咁其實我哋呢個嘅係重建之後嘅皇崗口岸咧，係實施一個一地兩檢、合作查驗同埋一次放行嘅方法嘅。咁我哋過關時間咧將會大大縮短，由過往嘅可能要30分鐘咧，大約5分鐘就完成㗎啦。我哋亦都係將我哋過關嘅設施咧，由過往係84個人嘅過關設施，係提升到202個，而車嘅過關設施咧，亦都係由以往嘅20個咧，係提高到26個。再加上咧，我哋而家用緊一個5合1我哋頭先測試過咧，可能最快1分鐘度咧就可以經一個5合1嘅過關嘅設施過到關嘅。而家我哋嘅皇崗口岸嘅通關每日咧，大約係設計係4萬人嘅流量嘅。咁而家我哋重建後嘅呢個皇崗口岸咧，係可以去到20萬嘅人次嘅流量。當2034年我哋計劃中能夠起好嘅北環線支線咧，我哋嘅流量仲可以提高到咧係去到係30萬嘅。咁我哋呢個自助通道咧，其實分為2個模式。咁第一個模式咧，就喺我右手邊係一個叫做獨證嘅通關工程。喺第一道閘門嘅時候咧，係先需要出示入境方嘅證件，即係假如我而家喺香港出境往深圳，我如果係一個香港永久居民，咁我需要放嘅入境方證件咧，就係我嘅回鄉證。咁佢就擺咗喺第一道閘上邊嗰個證件嘅聯絡器。咁喺呢個時間咧，我哋香港出境方同深圳入境方咧，就會同時間係核實佢嗰個使用資格。當我哋核實咗啦，第一道門同打開，咁佢咧就會去到第二道閘門前面咧，我哋就會開始採集佢嗰個身份特徵，包括佢嘅指紋同埋佢嘅面容。佢哋完成咗採集身份特徵啦，跟住我哋亦都核實咗佢嘅身份。第二道閘就會打開，咁佢咧就會可以入到去第三道閘，其實已經係去到深圳方㗎啦。咁喺深圳方當佢完成咗佢哋嗰個入境嘅程序，第三道閘就會打開，咁呢一個旅客就可以離開。咁至於第二個模式咧，就喺我左手邊啦，就係一個查驗通關，即係免出示證件嘅安排。咁佢如果喺個過程咧，其實同獨證通關最大嘅分別就係佢第一道閘門咧，係唔需要再攞任何嘅旅行證件出嚟㗎啦。佢只係需要咧，你喺第一道閘門面向嗰個攝影機，然之後咧，我哋嗰個自助通道就會採集佢嘅面容，做一個核對佢係咪符合資格使用呢一個自助通道㗎啦。確實咗啦，第一道閘門就會打開，然之後佢入到去第二道閘門，其實成個過程咧之後同獨證通關一樣。咁正如剛才局長所講咧，今次嘅口岸咧係用咗合作查檢一次放行嘅安排，亦都咧喺車檢層咧，亦都用咗咧聯合一站式嘅通關安排。呢啲創新嘅通關安排咧，將會大大縮減咧通關嘅時間，讓到旅客同埋市民咧係會有最好嘅體驗，亦都咧係大大促進咧係兩地互相嘅交流。呢個咧係一個重大嘅民生工程，亦都咧唔止係民生工程，亦都係讓到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嘅一個重要硬件嘅設施。咁亦都係咧香港係發揮創科中心嘅一個